因為我初初去教咧，我都留意到，咦佢都好似有好多零食可以食喎。佢又同我講啦，佢又指出，即係喺嗰度飯台嗰度隔離有個位係有個櫃，就擺咗好多零食嘅。佢都同我講佢中意食咩零食啊，跟住我就話：哇，你都食好多零食嘅喎咁樣。我話係啊，佢自己好中意食零食嘅。咁於是乎我就同個媽咪商量啦，即係上咗可能2堂之後啦，我就話留意翻個小朋友其實係咪成日都中意食零食，因為而家零食咧係好多都有嗰啲防腐劑啊、添加劑啊、糖分又極高啊，咁食得多咧都會影響佢個專注力，因為糖分高啊，咁對身體不嬲都唔好噶啦，係咪？好多零食都。咁亦都教咗佢係有其他額外嘅嘢，我有教佢去補充嘅，咁去幫佢專注力。咁個學生都好聽佢媽咪話，因為個媽咪除咗係同我溝通之外咧，佢都有同佢個小朋友講話，而家就開始唔可以食咁多零食啦，因為零食真係對你健康唔好之餘咧，糖分又高，亦都會影響你個專注力。咁所以咧之後，我記得有幾堂我可能佢上我堂好乖啊，或者係進步得好好啊，我就想請翻佢食啲零食。佢已經拒絕我話唔食㗎啦，Miss Lily，因為佢話零食咧對佢係健康唔好，同埋影響佢專注力。所以我知道佢個媽咪除咗同我溝通，亦都有教育佢呢個小朋友。咁所以其實佢而家都唔中意食零食㗎啦，或者係中意食一啲有乾果啊，或者係食一啲健康啲嘅零食咯。所以我都有見到佢專注啲嘅。